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但以理书第四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陈丰盛长老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一夜平安，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在今天的开始，我们要来共读你的话，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来吸收，并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荣耀你的名。也求你保守赐福我们今天的出入平安，也赐福我们今天的一切。开始共读之前，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但以理书当中看到但以理的分段是前后有呼应和对照。1到3章是讲到巴比伦王的梦，4到6章呢讲到但以理的信心。那特别在第4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第二个梦，那这第二个梦他已经是完成式，所以在第4章的格式当中，他是把他的梦还原，并且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梦以及这个梦所发生的事情都结束之后，那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宣告。那2到7章都是用加勒底文亚兰文来写给外邦人，所以这个梦呢是对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外邦人来宣告的。那所以今天看到第4章是讲到尼布甲尼撒王的自白还有改变，那他把他的一个心路历程下诏来对全国各方各族的人说，那来颂赞上帝的作为。那1到3节就是他下诏书向全帝国来颂赞至高的神。4到18节是这梦，回到他的梦，就是他梦到一个大树枝，还有大树而枝干要被砍掉，要让他这个树来谦卑，王就请但以理来解梦。19到27节是神透过梦警告尼布甲尼撒王，神要管教他，让这个王知道是谁真正在掌权。28到37节就是这个梦的应验，王也在这当中经历了上帝的7个时期的管教。当王恢复了理智还有王位之后，那他再次颂赞神，而且是第3次。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这段经文，请丰盛长老带我们先来读第4章，从第1节读到第3节。第4章第1节，尼布甲尼撒王向世界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发出下面的通谕：祝你们安康，我愿意把至高上帝向我显示的神迹奇事述说出来。上帝的神迹多么伟大，他行的奇事多么有力，他的主权永无穷尽，他的统治代代相传。好，谢谢。那这个是尼布甲尼撒，虽然没有写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可以从后面知道，他现在所要说的事情是整个事情都过了之后，尼布甲尼撒王向世界各国也是在他的掌权的地方来说出过去几年当中尼布甲尼撒他所发生的事情，而且神他做见证，而这个见证应该是神要尼布甲尼撒王做的见证。再请丰盛长老带我们读4到9节。我舒适地住在我的宫里，享受荣华富贵。可是我在睡眠中做了一个噩梦，看见了恐怖的异象。我召巴比伦王室所有的顾问到我的面前来，叫他们为我解梦。所有的占卜家、巫师、术士和占星家都来了。我把我做的梦告诉他们，他们却不能为我解释。后来但以理进来，他又名波利沙撒，是以我的神明命名的。他有至圣神明的灵跟他同在，所以我把梦告诉他，对他说：占卜家的首领波利沙撒，我知道至圣神明的灵跟你同在，你明白所有的奥秘，这就是我做梦，请你来替我解谜。那在这里尼布甲尼撒回忆当初他就是住在自己的王宫，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呢他做了一个
梦，那这个梦使他惧怕，所以是个噩梦，恐怖的意象。那他又再一次来召集所有的智慧人，来到王的面前解梦。但是这些占卜家、巫师、术士、占星家，却不能解。这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上次是自己梦了都忘记，那这次他记得，但是呢，没有人能够解答。后来但以理，那在这亚兰文当中还是保留但以理的名字，那还注明但以理就是巴比伦人所认识的伯提沙撒。而且这伯提沙撒呢，是用尼布甲尼撒王神明的名字来命名了，就是就是马杜的妻子，马杜的妻子护卫我的王。马杜是巴比伦的神明。那但是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改了但以理上帝审判这个名字，改成马杜的妻子，马杜神明的妻子护卫我的王啊。那但是他只讲到但以理，他有上帝的灵，我们讲到是卓越的灵，在第6章会出现。那美善的灵与但以理同在，所以这梦告诉他，那请但以理来解明。接着再请丰盛长老带我们读10到12节。我在熟睡中看见一个异象，在大地的中心有棵大树，它越长越高，直到顶天。世上所有的人都看得见，它的叶子美丽，树上结满果子，足够全世界的人食用。野兽也在它的荫下歇息，飞鸟在枝上筑巢，各种生物都吃它的果子。那这个梦呢，上次是一个巨大的象，这次是一棵巨大的树，而且这棵树还在生长。那这个树呢，是可以让各样的鸟类来栖息筑巢，并且结出果子。好，那这是梦的前半段。好，那接着再请丰盛带我们来读13到18。我正在思想这异象的时候，看见一个守望的天使从天上下来，他大声喊：把树砍倒，锯断树枝，摇落树叶，打下果子，把树下的野兽轰走，把树上的飞鸟赶散，留下残干在地里，用铜条、铁条围住，跟草一起留在野外，把这个人留在野外，让他跟野兽一起吃草，受露水浸湿，有7年之久。他不会有人的心智，不再有人的想法，他只像野兽。这是守望的天使所决定的，为要使世上的人知道，人的国度是至高的上帝掌管的。他有权把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人，也可以使他掌权。尼布甲尼撒王说：这就是我做的梦，伯提沙撒，请为我解梦。王室顾问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但是你能，因为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你同在。好，那这个梦呢，就是在一个守望者，也和本翻成守望者，或是圣者。好，那守望者呢，圣者呢从天而来。好，那对这棵树来说，把这棵大树砍倒，劈断它的树枝，摇落它的树叶，打下它的果子，还要把树下的野兽来轰走，把枝上的飞鸟赶散。那这棵大树是所有的动物都在这边停歇。好，那但是呢，现在要被外力介入，同时呢，把这棵树砍下之后呢，留下树头残干在地里，还要用铜条、铁条围住，跟草一起留在野外。那接着呢，又讲到了这个守望天使说，把这个人留在野外，让他跟野兽吃草，受露水浸湿。有7年之久，那和本是翻成原文是7个时期啊。那现在中译本还有74译本希腊文的旧约，也直接翻成7年。它不会有人的心智，不再有人的想法，它只像野兽。这是守望的天使，那它是复数，就是众天使或是众圣者所决定的。好，那决定什么呢？为要使世上的人知道，人的国度是至高的神掌管，神有权把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即使是微不足道人，也可以使他掌权。在第2章第44节，尼布甲尼撒做的第一个梦当中，但以理的解释就是这样。
说神要建立他的国度。那尼布甲尼撒第4章第2个梦也是一样，神要掌权，不论是地上的国或是天上的国。好，那尼布甲尼撒把这个梦写下来，然后把这个故事经过，那也让全国知道，这就是我所做的梦。伯提沙撒，请为我解梦，因为王室顾问中没有一个人能为我解释，但你能，因为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你同在，或是神圣明的灵啊。好，所以这一段呢，昭告天下的文告当中呢，前后讲到但以理，他都是王心中有那至圣神明的灵与他同在，所以能够解答。其实这个梦我们这样读完并不是很难解释哦。那但是但以理的解释呢，对王来讲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精确。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呢，大概就是一个巨大的树，那将被砍下，上面的树砍倒，树枝被劈断，树叶被摇落，果子被打下来，树上的飞鸟，树下的野兽，通通都赶上轰走可能代表就是这整个巴比伦帝国呢，要一个动荡，要一个震荡。那留下的残干呢，就是那个树头在地里面，但是要用铜条、铁条围住，留在野外跟草一起而这个树被砍下来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人的国是至高上帝在掌管，就指巴比伦帝国。神有权把国权赐给神所选择的人，就算是微不足道的人，也可以使他掌权。那现在就是到底我们可以知道尼布甲尼撒他是那个金的头，好，那他要被上帝管教，那现在是谁要来掌权呢？好，接着再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19到23节。但以理又名伯提沙撒，听见这话，惊慌的说不出话来。王说：伯提沙撒，别让这梦和他的细息吓住了你。伯提沙撒回答：陛下，但愿这梦和他的意思是指你的仇敌，不是你。那棵大树高的顶天，世上的人都看得到，它的叶子美丽，树上的果子够全世界的人食用。野兽在它的荫下栖息，飞鸟在它枝上筑巢。陛下，你就是那一棵大树，又高又壮，你的权力高达于天，你的统治遍及全地。陛下正在观看的时候，有天使从天上下来，说把这树砍倒，毁了它，只留下残干在地里，用铜条、铁条围住，跟草一起留在野外，受露水浸湿，跟野兽一起生活7年。所以伯提沙撒就是但以理，好，来解释这棵树就是针对尼布甲尼撒王，那这个树就是他的帝国，那个被砍下的那棵树就是尼布甲尼撒，他的权力呢，好，这棵树象征尼布甲尼撒的权力，好，直达天际，好，他统遍全地，但是呢，天使来要把它砍倒，好，是上帝的旨意。好，那再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24到27节。陛下，这就是梦的意思。至高的上帝已经把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宣布了。你会从人群中被赶出去，跟野兽一起生活7年之久。你会像牛一样吃草，睡在野外，受露水浸湿。然后你将承认至高的上帝在掌管人间所有的国家。他有权把国权赐给他所有选择的人。天使命令把残干留在地里。那是说明，在你承认上帝统治全世界以后，你将再度做王。所以，陛下，请听我的劝告，不可再犯罪，要秉公行义，怜悯穷人，这样你就会继续昌盛。那但以理精准的解释，就是神要把你的身上做成就下面的事情，就是要从人间赶出去，去跟野兽在一起生活。7个时期，7年，像牛一样，因为跟草在一起就是牛吃草。那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让尼布甲尼撒承认至高的神掌管人间所有的国家。那表示现在尼布甲尼撒并不承认是神在掌管，他认为这是他继承他父亲的国，而且是靠他自己的能力，靠他的双手打拼得到了天下。那但是神要让这个金的头明白，神有权把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所以吃草睡在野外，受露水浸湿。所以这整个呢，就是一个强迫的管教，就像耶利米所预言的，上帝管教完了这个耶路撒冷犹大人之后，接着就是要管教巴比伦，而巴比伦就是从尼布甲尼撒开始来管教。那天使把这个残干留在呢，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树的头也是尼布甲尼撒，并没有把它连根拔起，还让它可以继续在这个地里面。那所以，当尼布甲尼撒承认上帝统治全世界以后，就可以再度回来做王。但是他经过7个时期，而但以理把这个意象解释清楚明白之后，加上自己个人的意见，请听我的劝告，不可再犯罪。那尼布甲尼撒犯什么罪？杀人吗？发动战争吗？都是。但是最大的罪就是他不承认神，他知道有神，因为在第二章，尼布甲尼撒但以理经过他的解梦，他还向但以理匍匐敬拜。第3章，但以理的3个朋友，他怎么样在尼布甲王面前讲到即或不然，他们神才是真正值得他们敬拜的神。好，那现在到了第4章，尼布甲尼撒还在骄傲、犯罪、刚硬、悖逆。那同时呢，秉公行义，怜悯穷人，表示在尼布甲尼撒的心中呢，他的掌管即便有巴比伦的法律，但是这个法律呢，并没有站在公义的这边，而这个法律呢，却失去它的公正，是用来辖制，是来钳制、抑制人民，甚至让那个富者更富，贫者更贫，让那穷人的生活呢，过在这个不公不义的社会环境当中。所以但以理的劝告就是直接抓住这个尼布甲尼撒，因为他在他的身边来服侍，好，要敬拜神，不要再得罪神，要秉公行义，怜悯穷人。好，接着再请风筝对不起，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历史上，那在尼布甲尼撒的父亲，好，他做王到605年生病过世之后，尼布甲尼撒就接续做王，将近有45年的时间，黄色这一条。那这一段期间呢，就是约雅敬的第4年，还有经历了约雅斤，中间只有3个月，然后呢，再来就是西底家，后面11年。好，那到主前586、86，耶路撒冷被围困18个月后，好，那被尼布甲尼撒的手下来灭掉这个国家，但尼布甲尼撒继续来做王。好，那在做王当中的最后这一段时间，红色的就是569，主前569到563，就是现在但以理的预言，竟不是预言，而是但以理的解梦，是尼布甲尼撒的异象的梦，他的噩梦，就是他要7年离开他的国度，离开他的王位，离开他自己的这个权力的巅峰和心中的骄傲。但是7年时间到了，上帝要让他回来，那回来让他在结束他的这个王位以前呢，那上帝要让他承认是天上的神，至高的神在人的国当中来掌权。所以这个神的国呢，并不是人的手所打造，而是神所给的。好，那这同时期呢，这么长的时间呢，同时期还要面对的，虽然南国被灭掉，但是还有法老，还有埃及，在那边的虎视眈眈呢，想在等这个巴比伦什么时候沉沦下去。还有呢，就是他所娶的妻子，他的娘家，他的这个这个就是他的公主的娘家呢，其实也是马代人，后来他们就起来来攻打。不过在这段时期呢，为什么他能够7年没有治理？但是这个巴比伦帝国还能够被保存好，而且没有得到被外力所侵犯，这也是在这章里面值得我们思考的重点。好，接着再请丰盛长老带我们继续读28到30。
这些事都在尼布贾尼撒王身上实现了。12个月以后，当他在巴比伦王宫的阳台上散步时，他说：“看啊，巴比伦城多么雄伟！我用权势建造这城作为京都，以显示我的光荣和威严。”他说，他这话还没说完，天上就发出声音：“尼布甲尼撒王，你听，你的王权现在已经被夺走了。你要从人群中被赶出去，跟野兽一起生活，跟牛一样吃草，共7年之久。以后，你就会承认至高的上帝有权掌管人的国度，有权把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这些话立刻实现了。尼布甲尼撒王从人群中被赶出去，像牛一样吃草，受露水浸湿。他的头发长得像老鹰的羽毛，指甲像鸟的爪。好，那在这边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好，他这个梦完了之后呢，好，他可能忘记了这个梦，好，直到他可能把他的心力拿来建造巴比伦城、巴比伦王宫、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好，那这个都是他刚刚我们看到这张图，他在位当中很大的工程，可能耗费20-30年，因为是从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开始来兴建。在20-30年的新建大兴土木的过程当中，但以理的警告就是要秉公行义，怜悯穷人，也有可能这段期间就是尼布甲尼撒用不当或是用个人的威吓权势来建造他的帝国，还有中心，还有他整个这个世界的古代世界的7大奇景。好，那等完工之后呢，那他就在他的王宫阳台上面来散步，说哇，巴比伦多么雄伟！我用权势建造这城为京都，显示我的光荣和威严。那不是上帝，就是在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后，但以理为他解梦的1年以后，好，那他还是继续完成他的工作，而且完工。完工之后呢，当他这样子的心满意足，觉得他非常的了不起的时候，这好，他要被赶出去，好，所以他都还没有还没有开始享受呢，他就被赶出去，像牛一样。好，所以尼布甲尼撒怎么被赶出去？就是呢，像牛一样受露水浸湿哦，就是真的是住在草上，每天早上草上都会有露水。他的头发长得像老鹰的羽毛，好，这个头发要长得那么长呢，好，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指甲要更长，像鸟的爪呢，好，那也是要经历好几年，大约就是要这7年的时间。好，他失去理智，失去人性，好，失去能力，好，失去人的形象，上帝的形象。还记得上帝说我们的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当一个王他不能够来承认神，宣告神的时候呢，上帝就拿走他人的形象，好，让他跟野兽一样，让他在地上草地上生活，好，不能言语，不能思想，当然就更不能够去掌管整个巴比伦帝国。他能够掌管这一切，都是神所给他的。好，但是呢，上帝要管教尼布甲尼撒。好，最后34节到37节，好，再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王说：“7年过去了，我举目望天，我的理智恢复了。我赞美至高者，把荣耀尊贵归给永生的上帝。他的统治永无穷尽，他的主权代代相传。在他眼中，地上的居民微不足道，天使和世人都由他统治。谁敢反抗他的旨意？谁敢责问他的作为？当我的理智恢复过来，我的光荣、威严和王国的光辉也都不会复归于我。我的臣仆和官员都拥护我，我重新得到的权势比以前更大。现在我尼布甲尼撒称颂尊崇荣耀天上的君王，他的作为正直公平，他能贬低骄傲的人。”好，谢谢。那这个最后的这一封
公告全国的文件呢，好，讲到这个事情结束，就是时间到了7年，7个时期，就是7年满了，而他可以抬头望天了，所以这个形容就是他本来像牛一样是低头吃草，现在他能够举目向望，不是只有向山，还可以抬头举目望天。我的理智恢复了，好，和本是翻，我的知识复归于我，就指他的这个可以认识神的这个能力。所以呢，他第一件就是赞美至高者，把荣耀尊贵归给永生的神。好，那如同但以理的预告，好，他的统治永无穷尽，他的主权代代相承。那这是全世界好这个最有权力的人好他所说出来的话，好等于是向全世界人做见证，在神的眼中，地上的居民微不足道，但天使世人都由他统治，谁敢反抗他的旨意，责问他的作为？所以这是尼布甲尼撒他亲身的经历和见证，好来宣告，好这是。他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是出自于神。当他的理智恢复，他的光荣威严、王国光辉也就回来。好，他的臣仆官员继续拥护他，他重新得到权势，比以前更大。好，那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第4章的一开头，就是回到一开头，就是指7年时间过去，加上1年的做梦的间隔1年，总共是8年啊。所以这8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可能全国百姓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呢，上帝要让巴比伦王自己开口说，让全国百姓都知道，还让全世界都知道，还让2500多年后的我们今天也知道，我尼布甲尼撒称颂、尊崇、荣耀天上的君王，他的作为正直公平，他能贬低骄傲的人，所以。尼布甲尼撒的骄傲被上帝管教，但是这也是在他的王位的最后几年啊，他可能年纪也已经大了。好，那所以到底这7年来，谁在掌管这个巴比伦帝国，让巴比伦帝国没有被有心人士给掳走、窃走呢？好，那这个就是在第17节说的，神说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并且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哦。好，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讲的就是但以理的在解梦当中，这7年来就是但以理在执掌国权，但是但以理呢并没有逾矩，他并没有去窃取这个巴比伦的国位，而是呢他重心耿耿，以至于这7年来国家仍然正常的运作。即便有埃及，即便有其他国家，但是可能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所以尼布甲尼撒在这7年当中不成人的生活，但是巴比伦帝国呢却完好无恙，而且呢继续的维持它应该要有的。而这一切的背后呢，虽然圣经没有直说，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卑微的人其实就是指这个但以理，因为他是一个被掳来的囚犯，他是一个外邦人、外国人，但是呢，他却谦卑的掌管这个王应该做的工作，而上帝就与他同在。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太福音16章，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那我把它稍微修改。人赚得全世界，从尼布甲尼撒身上失去了理智，又有什么益处呢？连一个头脑都没有办法正常，失去了神的形象，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身上能够保持有理智，我们的身上能够保持有上帝的形象，我们都应该要学习感谢和感恩。而第二个就是神对每个领袖，特别是执政的、掌权的，是做王的、做首领的，就是弥迦书6章8节，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而且不要犯罪，就是不要骄傲，不要抵挡神，不要明明知道有神，还故意要挑战神，这个罪呢是承受不起的。最后让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也是同样100年前的预言，40章23节，
神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啊。好，这句话就成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好，他能够一夕之间，好，一夜之间。那大卫曾经也是在他的王宫的这个上面呢，好，在享受他的王位的时候，结果呢，罪就来了，这个试探就来了，引诱就来，大卫就犯罪，结果他的后半段的人生呢，好，真的是颠沛啊，又继续的颠沛流离啊，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却在骄傲当中，就差一点没有，那还好，大卫还有认罪，然后有回到上帝的面前。而尼布甲尼撒也是一样，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王宫、花园、王朝、帝国，还来不及享受，但是上帝就让他变成走兽，让他变成野兽，就在他的，而且还在1年前就在他的梦中清清楚楚的警告他，而他没有接受，这样的事情就被记载下来。盼望我们从今天的这一章当中可以得到这么多的提醒，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应该要时时刻刻的感谢神，而且要来荣耀上帝的形象，恢复上帝的形象，能够为神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看见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由高处成为由高到低，当他谦卑下来，上帝就使他恢复他的尊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在主的面前能够谦卑自己，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但是赐福给谦卑的人，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虚己的心，能够如同耶稣基督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愿意来成为众人的仆人，成为众人的用人，彼此来服侍让我们能够来荣耀神你的作为。愿上帝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再一个补充，就是尼布甲尼撒呢，他到了第4章之后就结束了，所以后面也不会再看到尼布甲尼撒。所以尼布甲尼撒呢，他从耶利米书当中的预言就开始被出现，那个北方的国、北方的王，到这个但以理书，他的权力达到巅峰，就是今天的第4章。但是上帝让他衰退下来之后，后面尼布甲尼撒就没有他的在圣经当中出现。好，谢谢丰盛长老，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感谢你，拜拜，谢谢，拜拜。